是陈基兰，迄是我的阿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兄陈明勇，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一家，你有看到无？即马天也未光，不过内底已经有够无用啊！我这边熟悉弟弟啊，伊放假的时阵就会甲哥哥对厝内人去菜车斗相共，想要知影因平常时拢咧无用啥物无？行，跟我来去看卖。 你上过袂无？上过。好贵啊！可贵伤贵啦。你这袂歹这。早昨昏嘛有买这嘛，嘿啊。啊无，我应该写开好无？好啊。100713。基山兵勇，高炸高炸！今仔几点起床2点。 2点起床。对。 哇，遐尼厉害！啊，恁即摆咧创啥？我要看会。要安怎看？你要先看伊的物件，莫伤歹，莫去遐看下底有创迄歹的无？这是写啥物意思？这是伊的编号。到时伊有一个机器，伊会写伫咧面顶，伊偌济钱嘛会写。哦，啊，这首你敢有介意？会使。会使。会使要写，安尼互你写。写起来。对啊。 哦，写好啊！恁敢足定定来的？一年会来一两遍。一年来一两遍。啊，爸爸咧？爸爸敢是定定来？啊，逐工拢要来。爸爸逐工拢要来哦。哇，遐厉害！哎，你继续带我去看。呀。都有倒位？这就看伊有定无，若是软，安尼就袂使。软。对。安尼我问看卖。哦，拢是定的呢。像这条安尼就袂使啊。为什么？头前白白。这白白啊软去啊。真正是软的呢。哎，我有看到一条。这条嘛烂去啊。这条烂去啊。对。啊，这箱就袂使。这箱就袂使啊。对。拜拜。高赞塔，高赞塔，我足芳的呢。哦，真芳呢。足芳的啊，啊这边安怎紧啊？莫乌去就好啊，莫互伊乌去。对。真少人咧买这啊，因为家己有钱啊。对。哦，所以较少人会买这。对。安尼就无爱买啊。无。好，无爱买。好。安尼行。咱来看下应菜。应菜好。对。小莫伤黄啊，莫烂去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这首敢歹买？会使。会使吼。写起来。应菜。空心菜。哇。会使会使，看有就好。安尼时间差不多，咱来去找爸爸。找爸爸好。行。爸爸伫倒位？爸爸。哦。嗨，啊，快看好来哦。看好啊。写足济呢。遮济，啊，大敢买会着？不一定啊。好好，较认真买的吼。较认真买。哎，拄则阮洗足济大，啊，因足厉害，足专业的呢。阿嬷甲妈妈甲爸爸去菜市咧卖菜，啊，看菜看得济，所以大人讲啥，因就学啥物物件。就逐工安尼看。逐工看，所以就自然因就拢知影物件是啥物是好的，啥物是歹的，拢知影的。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咱拍啊咱遐机啊，下一个迄边遐嘿。好。咁好耍？真好耍，以前安尼做。遐就机啊，嘿。爸爸，这机啊是啥物啊？这就是真正，这就是等咱来买货物件，咱饲咧就买咧就咱的啊。但是我交代恁两个，这等下袂使黑白饲哦，啊无你会黑白买哦。哎哦，哎，饲的就是买着啊，哦，哎。来，跟进入国际化面标的交代。上面。他跟我讲嘛。他会先讲，他要拍。他干不过。
五件，还没掉啊？我状况无？哎，这咱的啊？吧，你嘛咱的哦。这个啦，我给你摆牌啊，你都无摆。有啊咱114啊。白啊，然后来，一件。就当的。哦，那叫大，那叫你要大。爸爸拢个顺过一遍啦，应该无啊。爸爸，你知影？听爸爸的。好了，都拿了。这拢顺过啊，这个部分安尼就好啊。好，上车。上车。他爱这里哦。哦。我今仔要创啥？互我工课。摆物件。要安怎摆？真包。要写偌大？更较大。更较大？好。安尼。好。仲有啥物爱摆？豆梨加火龙果。好。更去发动。会使。会使吼。更去。好。放这个好 ，OK。哦。对。哎，18还是19啊？妈妈教你涂霜，你连缸扛的对不？食安尼拢落去，安尼才有压力压下去。哦，这就是美甲啊。哎呦，阿妈来咯！你有早爱食的物件？狮子头。唔免先去倒沙缸。免。免。我先加，先加，会使先加。较细腻哦。等一下加，等一下加。阿妈叫阮加下去。爱食饱。我食这。啊 ，OK，啊我吃了。就是一定爱有一个人咧食就对啊，就会当等出去倒沙缸。啊，听讲这个人拢足惊阿嬷啦。为啥物？不过别人若是无爱买这买菜，阿嬷会直接甲伊放伊的袋啊，是哦。叫伊拿钱。强迫回标。哇，太厉害哦！这是我的阿嬷，伊今年76岁啊。阿嬷，你在创啥？做高丽菜啊！平常时阿嬷拢会为阿舅遐带便当来互我食，我会晓卖菜拢是阿嬷教的。阿嬷，我爱你。阿妈嘛爱你哦。镜头大了来，进来！来，全部关掉了。好，啊，全部甲降，全部甲降去。哇，好帅哦！请。 8.5的，8.5的。哎60名60，因为无要紧，无要紧。袂啦，无要紧，伊有看。猪八条189，空运来189，豆就紧就来啦。哦，你昨日有要一箱。哦，安尼啊，好。看阿嬷就老会烧。去哪呀姨啊？我买在家。哦，感谢。一定要互我食。好香。挂落，樱桃摕起来看，189，挂落。 189。 嘿，189，今日樱桃189来。哎，你无画？挂落189，下去。樱桃摕起来，樱桃摕起来，189。 189。樱桃189，紧的。樱桃189，紧的。紧的。樱桃300外，唔免来，紧的200外嘛免来，189就个卖。哇，189尔。哦，好食，食互你看，有脆豆豆，我粉脆哦，粉甜粉脆，紧的，来，空运来，紧的交挂落来，189都查囡仔。坐飞机的。来坐飞机的。伊拢有做过火轮机，我拢无。你
以后就要坐飞机啊。抓人哦，跟他包这，我包个手呢。呀，我在这。大概帮忙站一下柜台，等排好你再出来你。不是哥哥。一个。站退台后先。啊，我阿妈进来，你们两个在这里。好。啊，你要去赶快喊哦。好。要不要？189。你哪个食？带规帮拢是互你食了的。食掉。樱桃189。啊，285啦。感谢500件285，紧嘞。 215。 200这200多。好，多好。哇，那还剩遐紧。 189，293块。安尼是偌济？安尼偌济？1000。293，710。加一。啊，300。378块。哎，剩偌济？700哦。370。无多啦，100块无多。300乘以300。物件樱桃一罐189块呢。哦，上高了咩？ 伤少啦，要到300。啊，2个咯，400咯，你。就因为2袋啦。 450咯，400。啊，你搁要100、500。那也无啥。你这样。西瓜拢一罐12块，我是不是用错了？西瓜一罐12块，西瓜特价一罐12块，红龙一罐39块，洛梨一罐59块，青花一粒4张，青花特价一粒4张，白菜头甲秋葵拢3粒100。 安敢无？还是我白录了？你白录了。来，改。龟一罐12块，龟特价一罐12块。打电话的。你敢定定会来？对他常常来，常常来，拢是知啊。都认识他了。今天没有骑脚踏车哎，他还骑脚踏车，有啊还可以载这个。咱今仔日做伙行来，拜拜。这当然嘞，会吗？你提看麦，是不是？动无动？安尼摕。你有感觉忝？我感觉足忝。还好。啊，伊今仔日算有无用咯？我唔知。你唔知？因为你妈是，我爸在外口，我只来这做。敢无？我看恁拄则拢做认真啊。迄是因为恁来，我唔敢。过阮即摆伫遮食，啊爸爸妈妈啥物时阵食？下到。辛苦啊！哦，真大啊！对啊，即摆落足大呢。这把东西盖一盖，那个最后那不能下雨。有没有保利龙？啊，含几要安怎？哇，愈大啊！我看爸爸伫中，敢爱甲爸爸斗相共？伊去斗相共啊？好，啊咱是不是嘛要去？好，行。一罐49。下告。最顶多60。学生感觉挺猛的。一天的第一课。既然咱今日要教大家啥物咧？因为阮家是伫菜市仔卖菜，我今仔日要介绍我爱食的。这是罗来，这会使拍牛奶，嘛会使阮豆油食。听起来就好食的呢，安尼咱做伙讲一遍。罗来后一个是啥物咧？是这甜米零，伊食起来甜甜，足好食的。啊，内底的色水是啥物？内底的细水是红麦。哦，红麦的，安尼咱做伙讲一遍。甜米零。后一个是啥物咧？后一个是这。哦。这是莲藕，莲藕会使甲排骨做伙控汤。
听起就芳的，哎，咱做讲一遍。然后上尾一个是这，哇，足长的。这是山药，食起来松软松软的，就好食的。哎，咱做讲一遍。山药，安尼大家拢会晓袂？青头一斤118块。这一盘等者，啊先几粒要先落去，过来冲啊喷水哦。妈妈要搬啥？这行。这是我的爸爸。嗨，大家好。爸爸，你在创啥？我咧收物件，要较早收拾，较早休困啊。爸爸伫菜市拢对我足歹，毋过伫厝内拢对我足好诶。爸爸对你较严格，是要教你安怎做生意，你知无？知，爸爸再会。这是我的妈妈，妈妈对我足温柔的。妈妈，你在创啥？整理菜啊，妈妈，你今仔日敢有听？还好诶。我后个月比赛，若有得冠军，还是得第2名，敢会使买桌游互我耍？好啊，你后着顶就互你啊。多谢妈妈。嗯。好，行。走，回家。这个礼拜做完，我们该会休息。我要去文化这点寿胜。要叫我送的。寿胜来啊！啊，你唔讲迄冰淇淋足贵诶，你买袂咯？那是冰淇淋。去啊，好食。那是冰淇淋，我就好食。就好食，不过买无？买。买。啊，你有买袂咯？不过买。那是买8在看。所以那就看。是大工拢爱安尼搬。大家讲安尼，来去搬一届，下头呢，等下佫搬一届，去到菜市仔佫搬一届，一届一箱某，莫大家想咩？莫遐济心重啦。哪有？平常时啊，搬等下规冰库拢伫边啊。看家。好，搬了啊！搬了啊，总算搬了啊，足重的。会当休困啊？行。我食饭啊，阿妈专业的。哇，你看阮的午餐啦，辛苦的，3点嘛呢，哎， 3顿做2顿食，2顿啊食做3顿早起就是晚食对无？啊，下晡食一个，暗时都无食。哦是哦，所以这是上尾要一顿啊。一般都安尼，无一般也是袂晓啦，食袂落去。听讲阿嬷对因上好。拢家己的孙拢咩啊好。哦，你看伊真厉害呢。过年包红包嘛伊设计，迄囡仔无人包，我有赚钱啊包阿嬷哦。那会晓拄好。啊，你看到阿嬷遐尔欢喜，你有感觉安怎？就欢喜的对吧？我嘛足欢喜的。阿嬷欢喜，你嘛欢喜，对。大家拢欢喜。你敢会讲妈妈我爱你？他们会的。会啊。我甲哥哥拢一人送妈妈一领衫。那个母亲节了。哦，母亲节。啊，他们的2个选的衫哦，真正是我平常时较会穿的衫。是哦。啊，恁2个敢会互相送礼物？哥哥有送就透书啊。暑假嘛，啊，就看着顺手就互帮弟弟买啊。规家伙仔感情拢足好的。嘿啊，兄弟2个尔，毋是较好，啊无就是2个都是会烧这物件，嘛是会这啊。哎，咱即马食饱是毋是当休困啊？啊，袂爱搁有钱啊，袂算。这个上重要的是，刚才上欢喜的时我们今天的收获就是这个。哇！你叠一叠10个叠，好不好？你较大类，啊你唔知啊？啊，你再攒几个啊？30。那只有你3个你就放这3既然堆叠再在偌济？260。哎呀，266。哇，算得今天算无好。落雨。无啥人。今天有很认真在工作吗？有。有。安尼今日
加一啊，阿嬷讲加好哦。加100哦，自己写的哦。我要有写有存，就是代表我有甲因摕去银行寄起来。啊，买鱼是啥？因为他这个，哦，就是迄。他常常常常咧买鱼啊，伊的兴趣就是饲鱼啊，饲乌龟啦。这是我的哥哥，伊叫做陈明勇。哥哥，你要创啥？我要送我的度假村，你要看无？好啊。哥哥，你阁有啥物想要吃的物件？狗甲猫，啊，阁有鸟啊。好，多谢。结束。总要谢谢一下嘛。粪扫车要来哦。这有一只狗。这哦。以前我伫咧这也遛我。1步2步3步，你好。4张，好，我去食这。我食这。对啊，我去食这。哦，新的呢。哎，咱坐这。你坐车，哎，我坐中。哎，小英。啊，你是啥物时阵开始甲妈妈搬物件的？斗相共。阮3年的时阵，阿嬷叫我拢爱出来家己做。家己做是啥物事？就伫外口家己一个人顾。哦，是哦。不过有足侪物件爱记的呢。你敢记得？妈妈会下白呀。哦，你有看白眼就会知啊。哎，你会感觉讲平常上课就遐尼辛苦啊，啊放假的时阵搁爱去斗相共，你会感觉讲足辛苦无？伊拢伫咧车困啊。敢是安尼？对，伊就是我甲妈妈会去摆物件，伫咧车顶咧困。哦，不过你敢袂想讲，就伫厝内就好，无想要去？我多。我都。厝里无人。哦，所以是安尼哦。啊你看爸爸妈妈遐尼辛苦，伊有想要话，有啥物话想要对因讲的？真辛苦啊，安尼。啊，你会想要大汉了后想要继续食？无啊，我则无爱，我则袂伤忝啊。伤忝。我青菜。老大继续看有啥物工课会当做。对，安尼嘛足好啊。而且我感觉恁两个拢足认真的，未来不管是做啥物工课，一定拢会成功，好无？好。你是毋是做啥物代志拢足认真？无一定哦。无一定。今仔日规工甲因斗阵啊，就感觉因真正是一个足古锥、佮足大心的囡仔。年岁遐尔细，就会晓拣菜啊算钱。拜六礼拜对足侪囡仔来讲，应该是放假的时间。不过对基层佮有民用来讲，煞开始要做事啦，而且时间佮有够早的。我就感觉我应该好好教因学习，伫咧工课当中找到上幸福佮有上趣味的代志。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受伤的迄一天。樱桃一罐189块呢。哇！这很多做兄弟哦。安尼。卖伫内底。这要偌久才会死？这真紧就会使学啊，厝遮就有啊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孙悟空。哦，那个是外国人。刚才那个外国人听不懂台语。